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我想同大家傾一啲可能會改變你一生金錢觀嘅話題。你有冇諗過，你銀包入邊嗰張銀紙點解可以換到一碗雲吞麵？其實嗰張紙本身係冇價值口㗎，佢嘅價值係嚟自我哋全人類嘅集體想象。哈拉瑞喺人類大歷史入面講過，金錢係人類史上最成功嘅古仔。只要大家都相信呢張紙值錢，佢就有力量。所以財富嘅本質唔係黃金，亦都唔係數字，而係信任。好多人對錢有種恐懼，覺得錢好難賺，或者覺得自己唔夠錢用。但如果你明白啲錢即係信用呢個道理，你喺世界觀就會徹底翻轉。記住，錢唔係物質，而係一種能量嘅流動。如果你今日一蚊都冇，但你係一個好專業嘅醫生，或者一個好可靠嘅師傅，只要你開口，大把人願意投資俾你。點解？因為你身上有信用。所以唔好再執着於你銀行有幾多存款，而係要問自己，我有幾多人嘅信任？講到呢度，我哋具體應該點樣做，先可以令財富流向自己呢？我有兩個好重要嘅建議。第一，唔好只係識得儲錢，錢放咗銀行，只會被通脹慢慢食咗去。你真正要投資嘅係未來大家會集體相信嘅事物。咩嘢係未來嘅大趨勢？例如 AI、人工智慧或者係綠色能源，呢啲唔係炒作，而係全人類未來文明嘅新共識。當你將資源投入呢啲領域，你其實係投資緊未來嘅信任。第二，經營你嘅個人品牌。喺呢個社群媒體嘅時代，口碑就係你最強大嘅貨幣。你要喺你嘅專業領域入邊建立屬於你嘅影響力，呢種影響力係抗通脹口嘅。就算銀行系統出問題，你嘅名聲、你嘅技能同埋你同人之間嘅連結，依然可以換到你需要嘅資源。呢個先係現代人最強大、最穩陣嘅保險。最後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心態：財富唔係死衝爛衝賺翻嚟口㗎，而係靠你嘅價值吸引翻嚟㗎。當你將注意力由點樣揾更多錢，轉移到點樣創造更多價值，同埋點樣獲得更多人嘅信任嘅時候，你會發現賺錢其實係一件自然而然發生嘅事。破除對金錢嘅迷信，理解嘅只係一種工具，一種信用。由今日開始，去建立你嘅信任資產，去講一個令世界變得更好嘅故事。只要你能夠創造出讓別人信任嘅價值，財富就一定會流向你。好啦，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希望呢段內容對你有啟發。如果你鍾意呢個主題，記得分享俾身邊嘅朋友。我哋下次再傾，拜拜。